Hello，大家好，依家係4月20號嘅星期一啦，凌晨嚟嘅，差唔多時間翻工。今晚啱啱起身就清洗浸腳啦，順便浸一浸隻腳啦。扎醒咗，早少少起身浸一浸隻腳啦。咁呢兩日喺度拍咗片咧，咁提及到我一啲問題啊。不過其實咧，信不信由人啦。因為我喺公司度咧，聽翻咧就有啲咧係因為佢哋狹窄到好複雜嘅問題，咁佢哋利用嗰啲黑社會新義安事件嗌啊競爭啊嗰啲咁啦，同埋佢哋本身個公司結構內部咧，咁有時候佢哋自己競爭啲小圈子咧，諗埋話做出嚟嘅，即係個效果啊咁樣啦。即係譬如話佢好似依家咁樣，即係佢哋啲群組嗰啲咧，就放咗阿志啦，阿志本身個屋企香港警察家屬啦，咁佢哋成日冇啲網。咁不過佢哋有啲咧就即係因為好似阿小聰佢哋嗰啲咧，又話新疆陳山啊嗰啲咁樣咧，就咁佢哋啲管理層有啲就涉及到即係譬如話佢哋就話去攻擊人哋啦，咁佢哋不過自己咧就一啲嗌黑社會新義安，就由啲管理層啊去帶動出嚟啦。咁轉頭咧就即係就專登咧就撚個，即係譬如話好似阿志呢啲就佢哋有嗌姓陳，有嗌姓林，又新疆細 B 尖沙咀話事人陳生，又林警個仔咁樣咧，就即係揦埋阿志又警察家屬咁咧，就喺啲 set 度咧就製造咗個假象，類似假象嘅管理層，即係管理 Apps 嗰啲，即係管理員啊嗰啲咁樣咧。咁就標榜就話佢哋嘅圈子結構，即係做樣俾人哋睇係乜乜物物啦，類似呢啲咁樣。好啦，咁我呢啲會事後咧，我會影低咗啲資料咧，即係個群組嗰啲我影相，咁會交埋俾啲警方攞住每一方面嘅。咁不過如果佢哋內裏挑撥牽涉到即係佢哋暗馬底又話攻擊我，尤其係佢哋好中意借意揾我嚟攻擊啊，仲挑撥埋我啲屋企啊咁樣啦。咁我唔理佢哋啲咩睇係啦。咁佢哋有佢哋自己去嘲笑人哋。咁咧不過咧，其實我都唔係咁睇得起佢哋嘅，即係佢哋又話驚人哋啊乜乜乜乜啊咁樣。咁一來我強調啦，即係我都會喺正面方向處理嘅。咁一路會公開啲事件咧，同埋交翻啲事俾將啲資料交翻俾公開咗之後咧，就儲存翻俾啲信任人士啊，包括我屋企啊，同埋啲警方啊嗰處理咁樣。咁另外，如果佢哋牽涉到譬如話佢哋製造咗一啲嘢內部嘅，譬如話群組嗰啲圈子，佢哋自己帶動嗰啲咩自己人啊，咁又警察家屬之後，佢哋內部又話嗌新義安嗰啲，即好似玩晒咁，又虛報學歷嗰啲咁樣，乜都得嘅，咁佢哋大晒玩晒啦咁樣。咁佢哋又話人哋唔夠佢哋玩喎，咁依家咪人哋公開晒佢哋啲嘢出嚟咯。咁牽涉到如果譬如話虛報學歷啊，又或者黑社會啊嗰啲牽涉到尤其國家安全啦，咁咪交翻晒出去每一個警察部門嗰度。咁至於佢哋有冇影響佢哋香港警察家屬，咁呢啲咪佢咁我之前我哋講咗嘅咧，公開講晒出嚟嘅啦。咁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咧就佢哋嘅事件咧，咁我之前咧兩日拍咗短片啦。咁呢啲咧就其實真係見仁見智啦，信唔信隨人嘅啫。咁喺現實生活裏咧，咁我都係照樣交翻喺正面個途徑去處理嘅，去交翻啲事出去。咁佢哋若然話中意人話人哋
乜都係假正式情商，咪話乜都係假正式情商咯。咁至少人哋即係唔會好似佢哋咁樣，即係惡性競爭咁做個基層工作嘅餐飲業，競爭一個工作崗位或者競爭一個圈子去喺人哋個集團嗰度製造啲圈子力量，又黑社會，又香港警察家數，又虛報學歷咁樣扮齊嘅。咁不過呢啲小現象啫，個現象咧就係最個核心要處理嗰啲咧係佢哋嘅重點問題啊嘛。咁佢哋又帶動黑社會，組織黑社會結構，又揾攞又差人哋家，又玩埋啲社會立場，又話大過中國。咁主要核心咧就係呢幾方面嘅問題嚟嘅啫。咁至於我另外有一樣嘢想提及到咧，或者我第二段片會講到，或者我會寫筆記。咁其實咧，我細個咧就睇到啲靈界嘢。咁呢啲事咧，雖然我父母離開咗啦，咁咧就不過我細個嗰陣時咧，就即係嗰啲舊村嗰啲咧，好啲家姐啊嗰啲都喺度，即係同埋啲親朋戚友啲阿姨舅父嗰陣時喺屋企住。咁所以呢啲事件咧，連啲隔離鄰舍都知，甚至乎當時咧，我依家把聲咧，我其中俾人講嘅原因咧，就係話把聲問題。因為我把聲咧，依家拍片嗰把聲咧，同我真人咧係兩把聲嚟嘅，係兩把聲嚟嘅。咁我由細到大咧，就由小學一年班，我上小學一年班上台表演嗰啲故事啊嗰啲咁樣嘅時候咧，同啲同學仔，咁已經俾啲先生發現咗咧，其實我兩把聲嚟嘅。就科學嚟講咧，就唔入咪啦。咁不過咧，就一直流傳咧，我由細到大就俾佢哋講咧，就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呢個問題啦。咁佢哋咧就話我假人假聲啊，假釋翻係魔鬼啊，即係魔鬼啊，類似呢啲嘅嘢啦。不過喺中國文化思想就有另外一個解釋啦。咁係啦，即係我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話我把聲唔入咪啊。咁我由細到大成長咧，就即係俾人覺得咧係邪嘅原因啦。咁當中咧就細個就係因為咁樣咧，就有其中有啲先生咧就喺我背後咧就連埋我啲屋企咧就一直流傳咧就即係懷疑我啊，知咩魔鬼啊，知鬼上身啊呢啲咁嘅嘢咧。咁樣佢喺我背後推導出嚟，同埋即係又整到好多無謂嘢。咁即係類似影響咗我成長啦。咁不過其實就呢一樣嘢咧就冇關事嘅，因為我細個幼稚園同一年班開始咧，其實我屋企人未知我把聲唔入咪，兩把聲即好似兩個人咁樣咧。咁佢哋一直以嚟咧，其實已經有個唔好嘅習慣嘅，係我由細到大，佢哋自己知我啲屋企人其實成家人佢哋啲兄弟姊妹知我好嬲佢哋呢樣嘢，因為佢哋影響咗我成長，佢哋自己知嘅，因為佢哋公開即係同人哋承認咗，即係有呢啲咁嘅事。我好即係佢哋都承認咗我好嬲佢哋呢樣嘢嘅，佢哋自己知嘅。就係因為佢哋由細到大咧習慣咗咧，就算唔係我懷疑我把聲兩個人啊，情唔情願都好啦。咁由細到大佢哋有一種習慣咧，就係話，因為啲父母先生咧，我拉仔，父母啲先生咧就即係啲隔離鄰舍咧，我好細個好多人識嘅。尤其係我小學本身咧，即係我小學一年班嗰陣時咧，就本身係全級咧。就10名以內嘅。當時啲同學仔咧，啲同學仔做唔到功課，俾先生打手板咧，不留堂咧，都係我拎走啲先生啲間尺咧，就即係類似同先生講數啦。問啲先生做咩咁厚間尺打同學仔？大家都知嗰個時代啲先生啲間尺好厚嘅。咁咧就應該當時咧個時代冇乜人會咁做嘅。
同埋個學校咧應該冇人會咁做喎。成個學校得我一個係咁嘅。咁咧我啲同學仔俾先生打手板罰留堂咧，係我拎走啲先生戒尺，同啲先生話啲先生咧做咩咁學戒尺打啲同學仔咧？咁啊之後自己義務留堂咧，就陪啲同學仔教啲同學仔做功課，同埋幫佢哋做功課。所以當時啲先生咧就即係10個8個都好錫我嘅，即係我細個好多人錫嘅，就係因為佢哋有種習慣咧，就係就話我多人錫啊，我啲屋企人啊啲兄弟姊妹話我多人錫啊，就佢哋嗌啲父母嗌啲先生老師咧，就夾埋一齊咧，就叫人哋唔好理我，叫人哋講衰我整衰我。之後喺我2年班嗰陣時咧，佢哋撕爛咗我啲功課，10幾樓掉落街。當時我暈咗喺地下度，當時我成個人暈咗喺地下度咧，爭啲燒壞腦。即係當時嗰陣時咧，如果唔係我阿爸咁啱翻到嚟救咗我咧，打爛道門救我咧，或者我可能真係正如我屋企嗰個細強同人哋講咧，就話我好早已經死咗㗎。咁咧呢樣嘢咧就好嬲嘅，同埋係我即係想話俾大家聽咧。我其中我個人除咗我12月21號生日啊，或者即係佢板底有粒痣啊，佢揼一聲嗰啲咁嘅嘢咧，其實咧就我細個咧就見到啲靈界嘢嘅。好細個自我成長懂事開始咧，幾歲大我同我阿爸媽一齊瞓㗎嘛，咁我見到啲靈界嘢。當時咧我每晚咧都會見到一啲好古怪嘅人咧，就喺屋企裏邊咧就煮咗舊屋村嗰啲廚房啦，煮咗我屋企啲嘢食嘅，就通心粉。咁我當時咧就有好多晚跳咗落床咧，就問佢哋嗰啲古靈精怪人物咧，就問佢哋做咩偷食我啲通心粉。當時咧好多晚咧拍醒我媽嘅。當時我個阿媽咧都驚嘅，即係因為呢啲事。咁我啲兄弟姊妹咧，就有啲咧喺同一個屋企裏邊咧，即係喺同一間屋裏邊。我有兩間屋㗎嘛，嗰陣時我屋企。咁喺我同我一齊喺嗰個屋企瞓嗰啲兄弟姊妹咧，佢哋有啲都知嘅，因為我每晚都係咁樣嘅，都見到嗰啲即係細個當然唔知係啲靈界嘢啦，大個咗先知啦。細個如果知道啲靈界嘢，點會跳落床問人哋做咩偷食我啲通心粉啦？咁啊，呢啲咧，到我大個咗咧，呢10幾年之後又遇到啲際遇啊嘛，咁所以咧令我想即係回想翻咧，即係呢20零年啊，我又遇到啲際遇啊，奇怪啲連環事啊，人哋講啲連環事嘅際遇啦。咁咧就令我聯想翻細個啲嘢，即係細個見到啲靈界嘢啊嗰啲咁樣，就我唔係特別標榜話通心粉，即係想話俾大家聽咧，細個有咁嘅事。我大個回想翻咧，即係尤其係近呢幾年，就諗翻當時嘅情況，所以令我好多壓力啊嗰啲咁樣啦，同埋即係點解當時會嗰啲古靈精怪人咁會煮啲通心粉咧？通心粉啊，有啲人講得唔好聽就即係現代嘅偏門嗰啲黑社會咧就粉啦，咁咪粉咩粉咁。咁不過如果喺另外一個角度靈界角度咧，因為嗰啲我見到嗰啲唔尋常嘅古靈精怪人物啦，即係屬於靈界嘅。咁啊通心啊乜啊咁樣，即係不過呢啲見仁見智啦，有好多方面嘅一個解釋我控制唔到。咁我在於我自己嘅個人嘅感覺就係諗到呢啲嘢，聯想翻呢啲嘢。咁啊，雖然父母離開咗啦，咁不過即係當時同一間屋瞓嘅，仲有其他啲兄弟姊妹，即係印象中仲有兩個家姐，或者一個家姐一個細妹嘅。咁啊喺
喺間屋度啦，因為我每晚都係咁嘅。仲有好多晚咧，仲拍醒個阿媽，熬醒個阿媽咧，係咁叫阿媽，佢即係有人煮咗偷食我啲通心粉啊！入咗我哋屋企煮我哋啲通心粉食啊咁樣。咁當時我阿媽好驚咧，試過好多晚咧，就叫我唔好望唔好理啊瞓覺，同埋叫我唔好跳落床。咁我屋企個阿爸阿媽咧，當時咧仲有另外一樣嘢嘅，不過唔好提啦，因為我當時同個阿爸阿媽一齊瞓。咁啊，我每一晚瞓喺佢哋中間嘅，即係個阿爸阿媽嘅中間嗰度嗰張床。我印象中由細到大 BB 仔開始到一年班、小學、幼稚園都係咁嘅，都係同個阿爸阿媽一齊瞓。咁啊，當時咧每一晚咧就瞓喺中間嘅，個阿爸阿媽嘅中間嘅。不過每一晚咧，到某些時間到我扎醒嗰陣時咧，就唔知點解黐咗埋牆。咁不過呢啲唔好睇。咁啊，我即係就算大咗一直以嚟，我唔怪我爸阿媽，我阿爸阿媽又唔怪我。不過我都會講我爸爸壞話嘅。而家我講翻啲事出嚟嗰陣時，我有拍片講翻出嚟。咁不過依家長大咗咧，即係諗翻咧，即係覺得係自己嘅生活成長嘅點滴，即係生活成長嘅點滴啊！即係有時呢啲平常基層嘅生活啊，即係平常一啲家庭嘅生活嘅一啲即係所以我哋講嘅成長出嚟啦。我覺得好笑嘅先大個諗法。咁嗱，我發誓，我當時咧，我真係有打過我真係有打過我阿爸阿媽嘅，因為我每晚瞓醒嗰陣時咧，每晚來不嬲瞓醒扎醒嗰陣時咧，我本身瞓喺佢哋嘅中間嘅，但係大家都知啦，細蚊仔瞓喺個父母中間，個爸阿媽嘅中間裏邊。咁個阿爸阿媽咧就隻手咧好中意攬住個細蚊仔啊，個 BB 仔咁樣，呢啲係好平常㗎嘛。咁咧就當時咧就好奇怪咧，就本身夜晚瞓覺咧就每一晚咧係一定瞓咗喺中間嘅。不過每晚扎醒某段時間扎醒嘅時間咧，唔知點解會黐咗埋牆喎，就俾人推咗埋牆瞓。咁咧就嗱，呢樣嘢我發誓，我真係有話過，有鬧過我爸阿媽，有打過佢哋，我真係有打過佢哋。因為印象中我記得，即係我試過扎醒嗰陣時咧發脾氣嘅，即係大家都知啦，細蚊仔發脾氣，細蚊仔細路女發脾氣。咁啊知道自己本身瞓喺中間嘅，俾佢哋推咗埋牆，俾佢哋推咗埋床角，推咗埋牆。咁咧就會發脾氣啊，類似喊啊，又或者即係發脾氣用手拍佢哋打佢哋啊。咁呢樣嘢我發誓我真係有做過。咁當然啦，我爸媽點會怪我？不過呢啲咧就生活趣味啦，即係講翻俾大家聽一啲事。咁當中主要想話俾大家聽咧，其實我細個見到啲靈界嘢嘅，係啊。咁當時咧個阿爸阿媽知道嘅，咁啊之後咧帶我去啲道觀啊，同埋我屋企門口咧，同埋啲窗嗰度咧就黐咗啲符。咁之後隔咗一段時間咧，就開始冇見到啦。到大個咗之後咧，就遇到啲奇遇啦，令我聯想翻呢啲事啊。咁同埋我主要仲有一個問題咧，除咗12月21號出生啦，同埋隻腳有粒支腳大髀升咗粒痣。有啲人咧就話依家網上查啲資料啊，以前冇嘅。以前我喺網上查啲資料咧就冇嘅，依家就有多咗一樣嘢，就話有啲人流傳咧就話係天神高升。不過咧就即係喺中國文化上學啊，又或者信仰嚟講咧，就話係大吉嘅，就係同埋有人信仰話屬於係啲咩啊
乜乜物物啊嗰啲咁樣，咁即係屬於係大吉啊嗰啲咁樣啦，類似即係話普及都係富貴啊、好運啊嗰啲咁樣啦，類似呢啲咁。當然，如果人哋講係對於係自己係好嘅，當然人梗係會接受。好似我咁，即係講啲譬如話邪唔邪都好啦，係對自己覺得係一種恐懼恐怖嘅，當然唔會接受啦。咁對於譬如話講一啲譬如話吉祥啊或者好意嘅説話啊，咁當然會接受啦。即係人而家咁樣。咁我哋當然會人梗係會採取一啲正面啊，或者即係對於自己好嘅方面去睇翻件事嘅咁樣。當然。咁另外咧，公司裏邊嗰啲問題咧，咁我都會即係公開翻佢哋呢啲事咧，就放翻出去。咁因為我即係都會去將啲事寫翻啲筆記咧，就交翻俾啲警方啊，公開翻啲事啊，交俾公開翻俾公眾啊、警方啊，甚至乎啲信仰啊，因為佢哋講到信仰嘛嚇，講到信仰，我會交翻俾啲信仰啊、道教啊、基督教啊，基督教都會嘅，即係有啲基督教嘅團隊啊、人士啊，甚至乎佛教啊啲都會。咁仲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佢哋提及到黃毓民混元天照，因為我喺啲 Apps 度提及到啲咩混元天照嗰啲咁樣嘅嘢啦。咁當然個混元咧個元本身我寫出嚟個原意咧，就都有諗過寫個兩畫嗰個元氣嗰個元。咁啊不過咧就基於唔係我唔識字嘅問題，係因為我基於考慮過咧。如果寫出嗰啲字咧，因為個社會太多呢啲咁嘅負面，即係會有好多人會揾人執筆啊，或者抽秤人哋啲咬文嚼字嗰啲咁樣，抽秤人哋啲字眼啊啲咧，去製作啲負面啊、另類嘅思想。如果譬如話用嗰個元氣嘅元字咧，咁佢另外一個意思講，即係譬如話錢幣啊嗰啲咁樣咧，幾多元啊嗰啲咁樣咧。屬於貨幣嗰啲咁樣咧，就會俾人或者會俾人討論到話，即係牽涉到話文化操俗啊，即係類似又話咩牽涉到錢銀啊、貪錢啊嗰啲咁樣。咁我就唔想，所以就我專登寫出嚟咧，就寫呢個混元嘅。咁咧不過咧就點解會當中會喺呢幾年會有呢啲事咧，因為又係我哋嘅公司裏邊咧有人，同埋個社會咧有啲人咧就製作咧就話黃毓民嘅混元天照，佢哋咧就尤其我哋嘅公司嗰個店鋪咧，又話小聰佢哋咧就到處同人哋講話黃毓民嘅混元天照先至係得道，所以咧新莊得道，新莊先至係得道，仲搬埋阿黃毓民，就算黃毓民，我解釋過俾你聽嘅，就算黃毓民。係咪混元天照都好啦？係黃毓民個人嘅事嚟噶嘛？咁佢哋搬一個借呢啲話題，搬一個黑社會出嚟，話一個黑社會新義安得道先至係混元天照，就話管轄成個香港，管轄個中國文化咁樣咧，意圖將一個黑社會凌駕喺個社會之上。呢樣嘢咧，我會另外拍片交翻出去，即係提及到佢哋啊，小聰佢哋呢啲事，會俾公眾啊、信仰啊，甚至乎警方啊。國安處嗰啲咧，去了解跟進我會就佢哋呢方面咧，都會去舉報佢哋，都會去舉報，同埋要佢哋即係承擔翻呢啲責任嘅。咁同埋啲即係有一啲佢哋嗰啲新咗嗰啲牽涉到，如果牽涉到個總廚阿輝哥佢哋啊，或者牽涉到其他中廚嗰啲咧，就佢哋變成係組織黑社會結構。去製作呢啲咁嘅嘢咧，影響個公司，影響個香港個即係擾亂公安嗰啲，甚至乎佢哋威脅人啊嘛，話抄家啊嘛，揾我嚟搞啊，揾我嚟排斥啊，就話假經驗啱嘢做嗰啲，假唔假經驗啱嘢做冇關事，問題係佢哋用咗黑社會出嚟。
咁佢哋至於話搞啲乜嘢做咧，我另外會喺個公司裏邊咧去拍片，同大家講咗啦，會喺啲爐頭位啊，去製作美食啊，個餐飲製作過程啊，每一個步驟打汁啊、醃葉啊、麵包西餅啊、點心啊、糕餅點心咁啲。雖然我講過啦，我唔係啲咩大師傅啊、大酒樓啊、大酒店啲師傅。咁啊，不過咧就簡單嘅餐飲嘅製作咧，其實我全部都做過晒嘅，即係企嗰啲位啊，企嗰啲工作嘅位置啊，同埋做佢哋每一個樣嘢咧，其實我每樣都做過晒。咁至於叻唔叻啊，係咪熟唔熟手咁呢啲見仁見智啦。總之我就每一樣嘅過程製作我都會了解，會做到出嚟咯。咁至於佢哋要拗，好似佢哋呢啲咁嘅餐飲快餐呢啲咁樣咧，會好執着咁咧去拗佢哋嘅公司製作啊、製作方啊、份量啊。佢哋份量講個份量原因咧，係講緊佢哋做人嘅份量，即係佢哋有另外嘅意思嘅，因為佢哋競爭緊啲生活地位啊，又要面又要錢啊嗰啲咁樣。不過佢哋有好多係虛報學歷啊，甚至乎拎啲黑社會出嚟去呃翻你。所以即係我都幾睇唔起佢哋呢啲，即係做人做到佢哋咁咧，都幾咩嘅真係。咁不過咧，睇唔起還睇唔起啦。咁佢哋睇唔起人哋，人哋睇唔起佢哋啫。佢哋睇唔起佢攻擊人哋，製造啲小圈子攻擊人哋，人哋一樣睇唔起佢哋噶嘛。冇理由話佢哋睇唔起人哋，就唔俾人哋睇唔起佢哋噶嘛。咁咪睇下咯，咪睇下公開出嚟睇下佢哋醜唔醜。所以我即係同佢哋講過嘅，佢哋再係咁咧，我每日翻工咧，對住啲客戶咧，指住佢哋講話，同啲客戶介紹下你，睇下你幾厚面皮咁樣指住佢哋講㗎啦。即係因為我即係越嚟越唔中意佢哋，即係呢間大家樂。不過我強調想話俾大家聽，我唔係唔中意個大家樂集團，唔係唔中意個快餐集團，即係唔係唔中意自己公司。其實唔關個大家樂集團事，因為個大家樂集團個董事啊，之前前任董事羅先生咧，已經俾佢哋呢個店鋪嗰啲問題咧害到咧，即係因為擔心俾佢哋拖累，佢哋搬出嚟到處同人哋宣傳個黑社會新義安，又話爭取裏邊搞啲咩社會活動，針對香港政府啊，針對中國嗰啲咁嘅嘢咧，佢哋搞到人哋個集團前任董事阿羅先生咧，已經即時離任㗎啦。嗰個店鋪2023年開，年中2023年5月開。我哋個集團董事羅先生咧，2024年1月即時宣布離任，因為當中咧佢哋喺2023年嘅7月開始咧，到處同人哋宣傳咧，就話蔡埋晒成個商場啊，同啲客甚至乎佢哋嗰啲水吧啊，同埋其他人咧，同啲客啊，同啲商場其他啲鋪頭嗰啲講咧，就話大家樂集團支持新義安話事，已經批准咗，就話已經同個集團董事啊，又話同香港警察傾咗偈，因為佢哋立埋個香港警察家屬法字啊啲咧，就話同香港警察家屬傾咗偈啊，批准咗新義安控制個大家樂集團，控制香港啊，又話打擊中國啊，又話大家樂集團阿羅先生、羅大小姐批准嘅，叫佢哋咁做，直頭話人哋叫佢哋咁做，所以咧。就當人哋啲董事，人哋嗰啲大集團公司唔係第一日做生意，因為人哋管得咁大嘅集團，佢哋呢啲咁嘅小圈子影響得咁大，人哋一定知㗎嘛。佢哋到處同人哋講話係集團董事羅先生、羅大小姐叫嘅咁樣，人哋知，人哋會傳到知㗎嘛，收到呢啲消息㗎嘛，人哋收到呢啲消息會驚㗎嘛，擔心㗎嘛，因為佢哋咁樣製作呢啲咁嘅嘢，仲話。集團公司批准叫佢哋咁做嘅話咧，會連累埋人哋成個家族噶嘛，即係好似黎智英啊嗰啲咁樣，即係牽涉到啲社會問題啊，即係國家安全啊嗰啲咁樣咧，咁好敏感噶嘛。咁佢哋到處同人哋講話集團董事羅先生叫嘅，又羅大小姐叫嘅，又話批准咗佢哋新義安
即係佢哋自私到咁嘅，即係佢哋自己競爭咧，拎個黑社會出嚟咧，就拎個黑社會新樣出嚟，拎財拎威咧，拎勢力咧，諗住樹立啲勢力喺個社會度啊，爭拗咧，就拖埋自己個公司，連埋個公司拖埋落水，拖埋個集團董事落水，連到埋人哋。轉頭佢哋就當冇嘢，當冇嘢就即係厚住個面皮咧，就話爭咁話事呢樣嗰樣，人哋個集團公司即係驚咗佢哋圈子啊嘛，即係會避忌佢哋買地怕波地符啊嘛。所以呢樣嘢咧就係我公開翻啲事件其中一個重點問題。即係想俾大家了解到咧，其實唔關大家個集團事。咁大個集團咧，一路做嘢咧係為緊服務市民噶嘛，佢哋嘅宗旨。咁啊，唔關人哋嘅集團事嘅，都唔關人哋嘅集團董事事嘅。咁人哋嘅集團董事都冇叫你咁做，人都唔需要呢啲嘢。係佢哋自己啲員工咧，自己製作出嚟咧，想借埋個集團組用個黑社會。得到佢哋自己競爭嘅利益啊！咁佢哋嗰啲岩沉沉咩岩灰嘅基層市民啜出嚟嘅啫嘛，都乜中三都要虛報學歷嘅，衰到咁嘅。即係我都幾肯定咧，佢哋連中三都虛報學歷咧，小學應該連小學功課都做唔到，俾先生打手板嗰種嚟嘅啫。大家試想下啦，小學功課都做唔到，俾先生打手板，衰到咧真係。咁佢哋連中三學歷都要走去虛報嘅，不過我想講俾大家聽，人哋虛報大學啊，虛報學歷、虛報大學咧，大家睇過好多新聞電視啦，都要坐監啦，都要俾人拉，都要俾人告啦。咁人哋虛報大學要坐監，俾人告，中三唔係唔使噶嘛，一樣係虛報學歷噶嘛。咁佢哋虛報個學歷，虛報中三又好，中五又好，虛報佢哋嘅學歷條件，去拎高薪厚職啊嘛，拎個高薪厚職，因為佢哋係因為個高薪厚職咧，去得到佢哋嘅利益條件嘅人際關係嘅網絡，佢嘅社交啊嘅圈子啊嘛，甚至佢哋嘅家庭啊，佢哋嘅感情啊，都係咁樣去拉出嚟噶嘛。咁而係因為佢哋虛報學歷得翻嚟嘅咧，即係基本上連個家庭都係呃翻嚟。佢哋仲要到處同人哋講話，搬埋個公司集團出嚟話唔信人添。我而家就幫緊個集團董事去澄清，幫緊大家樂集團啊，自己嘅公司大家樂集團同埋個集團董事去澄清咧。我想話俾大家聽，即係我再強調即係好清澈咁俾公眾大家去了解，係唔會關個大家樂集團事嘅。大家樂集團咧，個集團機構咧唔會做呢啲咁嘅嘢嘅。呢個集團機構係運作緊㗎嘛，係啲員工問題啊嘛，啲員工組織啲圈子個腐敗嘅圈子結構咧，蠶食咗個公司集團啊嘛。而嗰啲腐敗圈子結構當中牽涉到有人帶動啲黑社會啊，帶啲社會立場啊，去影響埋，去利用個公司集團，甚至乎利用埋個集團董事，拖埋人哋個集團董事落水，搞到人哋個集團董事驚咗佢哋啊嘛，去離任啊嘛，擔心俾佢哋拖累埋個家族啊嘛。佢哋尤其係佢哋呢個店鋪到我尋日翻工嗰時咧，佢哋仲話倒翻轉頭話驚咗我啊，唔信我啊，呢啲咁嘅嘢。唔係佢哋驚咗人唔信人啊！我而家公開翻啲事俾公眾俾同埋我哋其他啲大家樂集團，我哋大家樂集團幾千1萬個員工，連埋其他啲品牌。個大家樂集團個社會唔係淨係得佢哋啊，唔係由佢哋去創作出嚟嘅個社會。佢哋成日話個社會唔需要人哋，個社會唔係唔需要人哋啊，個社會係唔需要佢哋啊。
好，咁好啦，我哋點拍住咁多先。